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2月4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以后，口罩买无一直是民众持续关心的焦点，所以中央再次祭出新的制度，要民众对2月6号开始，对原本超商的配发改到特约的药局摕健保卡来买，1片5块。不过因为一礼拜只当买2片，民众认为伤少。对此，市长以及专家意见来回应。因为现在并不是全时间全民拢需要挂口罩，所以请民众体谅，共度难关。为了防止民众抢买口罩，甚至先囤起来放，中央祭出新的制度，将伫2月6号开始实施。也是民众爱到健保的特约药局用健保卡来买，这张健保卡用10块买2片，限定7天内袂当搁买。不过，就是针对7天只当买2片口罩，民众认为也是伤少。对此，市长表示，这是算术的问题。重点是现在不是全民甲全时间拢需要挂口罩，所以呼吁市民体谅，共度难关。台湾有2360万人，那台湾一天最多，目前为止，我们不敢讲说未来要生产多少，那目前为止最多是生产400万片，所以7天总共生产2800万片。那这个台湾的2360万人，每个人7天用2片，那总共是4520万片。好，那我们现在1个礼拜才生产2800万片，也是不够，但至少离这个差距是比较近的。要不然，如果每人每天1片的话，1天400万片，那要服务2360万人，基本上是完全不够的。所以这个部分只是1个礼拜够买2片，只是舒缓这个口罩供应的不足的问题。好，那所以说这个部分叫做共体时间。那就是说呼应这个苏益仁教授所讲的，就是说没有必要这个在现阶段还没有必要这个全民在全民全时来戴口罩，这是不需要的。造成社区感染的时候，如果万一爆发社区感染，那大家都足不出户，也不需要全民来戴口罩。那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分当然希望大家共体时间，在这个口罩生产量还努力在追上来的情况下，1个礼拜购买2片是不得已的措施。但是面对我刚刚提到，面对洗肾啊，1个礼拜要洗3次肾啊，或者是说常常要就诊就医的，或者是一些特殊需求的这个弱势或者是老人家，我们觉得其实政府还是要提出一些具体的一个例外。我刚刚提到1个礼拜2片是原则，那有原则就有例外。对于针对特殊需要的人，我们当然有一些例外的规定跟例外的配给给他们。对此，卫生局嘛回应，原本超商的通路对4号开始已经停止贩卖，以后就是中央将分配到全国每一间特约的药局，每一天200片大人，50片儿童。对2月6号开始，得当摕本人的健保卡去买。至龙井甲南华因为无特约的药局，将由当地卫生所代替处理贩卖。今日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有关武汉肺炎疫情，议员李宗翰、蔡小薇甲刘维英上午联合召开记者会，因所关心的就是第一线消防救护人员，认为应该加强急救甲医术病例转移配套，就要提高消防救护人员本身的防疫能力，嘛提升台南的防护措施。面对中国武汉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台湾不管是中央或者是地方，拢展现全力防疫，尤其第一线的消防救护人员。台南市议会民进党籍的议员李宗翰、蔡小薇甲吕维英上午特别召开记者会，关心救护人员的防疫准备是毋是有够，以及救护车病人的转移配套、甲消毒等问题。是不是做好防护的机制？他如果执勤的时候，他们说：“请问你有没有就诊疑似的任何相关？”那他可能就会请我们的打火弟兄，就他的这个隔离衣就先穿出去服勤。可是也会有相关的案例，就是他完全都没有讲。
完全都没有讲，所以他可能就是做一般的配备去的时候，那他到时候去是不是已经来不及？所以我们这边也是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也请我们到时候消防队、消防局尽量把它整个抓出来，不要到时候说民众他隐匿，然后还要去罚款做这样的相关的动作，我们也都觉得非常的不适。所以在整个事情上，他因为这些都是属于一次用抛弃式的，然后，所以我们这边也是希望台南市政府，我们整个消防局可以来跟我们的接下来中央再争取更多的经费，不然的话，先在台南市备而不用，我相信在台南市对台南市民来讲，真的有疫情爆发的时候，对台南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行为。相关的消防车，它在运送疑似或者说确诊的武汉肺炎案例的病人的时候，再送完毕之后，整台的消防车它要消毒静置30分钟。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消防资源其实是相当的有限，那它是不是会排挤到其他的相关的救护或者说救灾的一个资源这个值得我们消防局去统一的去部署。那我们也希望未来这个消防局可以朝向专车专用的一个部分去进行，这样子才可以这个确保这个防疫的工作，还有避免防疫的漏洞也可以不要来排挤到相关现行的救灾的一个资源。对此，消防局紧急救护科的科长谢荣仁表示，目前各大队拢有配置防护衫甲隔离衣，准量大约维持伫30天到45天的标准安全用量。防疫装备依照防疫物资然后准备了14磅碗里面，我们必须要有1个月的安全存量。那目前在我们大队分队大约有1.5个月的存量那依照 CDC 它所规范，就是到运前救护上一些标准的设备装备里面，大概我们就是要有 N95 口罩外科口罩，还有全罩护目镜。那建议是那种全罩式的。那另外还有吸体防护衣跟隔离衣，还有鞋套等等，还有手套这些应勤的装备了那目前的话，就是在你的救护车运送，除了说有2个选择，可以有负压或者是你通风良好的一个救护车里面，我们现在的一些相关的载送我们疑似的病患，我们都有制定相关的 SOG 的流程。那也通报给各分队。另外，在防疫期间，可能防护衫的数量加降低可能受感染的人数。目前，包括新北、桃园、台中、加新竹等县市拢取消志工协助救护。台南市在接受第一线的建议，嘛暂停志工协助救护。至于运送救护车，卫生局嘛要求各医疗院所要协助救护车的清洁加消毒。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防止疫情，教育部宣布高中以下延后2礼拜开学，却引发不少家长的反弹。因为看下下堂的照顾家长的工作，甲防疫照顾家庭薪水问题，所以议会教育委员会上午也支持府相关单位来座谈，希望提出具体可行的建议，予市府甲中央参考。防疫期间，中央宣布全国高中以下延后2礼拜，到2月25开学。对此，台南市议会教育委员会上午特别邀集市府、教育、卫生、经发、加劳工等相关单位，针对校园的防疫准备好啊未，共同甲教师、校长、家长以及幼教团体等座谈。针对防疫的物资、甲学习的管理，一一提出做探讨。2个部分来讲，第一个是防疫的部分，第二个是学习相关的部分那以防疫的部分来讲的话，当然大家提过很多，大概防疫的物资，因为上次在1月30号提的时候，其实因为全国都在负责在抢这些物资啦，所以可能教育局端是不是可以有一个确切的一个时间点，让学校，因为现在要多2个礼拜嘛。什么时间点这些物资可以到达学校？然后如果说学校这边有新增的在盘点做新增的部分，我觉得学校要明确的讯息那另外一个在防疫的部分，就是现在这2个礼拜学生没有到学校，多数的等一下可能家长会关心这个问题多数的学生应该会到安亲班或是补习班，所以有关这方面的一个安亲班、补习班一个落实这防疫的一个部分，这会是一个漏洞。学校的部分，我们也请学校盘点，它现在的备用量到底多少？
那缺多少？我们先谈的一个概念是备用的概念，紧急备用的概念。那这个部分我们盘点之后，我们也来因应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去测算，说我们现在先第一线的，比如说我们的学校的护理人员、健康中心，那需求量先用备用的概念，我们必须要采购，是不是要紧急去因应去做采购？那我们也把我们的数量向中央去呈报，说我们确实上需求是多少。那这个紧急备用的部分呢，我们目前是都有积极准备。那也有洽相关的这个厂商啦。虽然现场包括幼教加保教业者关心的也是防疫物资的欠缺，另外嘛有工商业关心防疫照顾者到底是毋是有薪水顶。对此，议会教育委员会嘛做出几点的建议，希望提供市府加中央防疫的参考。台南市政府应该在2月25日之前，就是开学前嘛，那是疫情的一个状况，有关孩童的学习的效率，对不对？包括各项行事历、各项活动的一个检讨，务必在开学前完成。因为这个东西它是学习效能的问题啦，我们做好防疫，也要维护孩子的一个学习效率。我们有关私人企业的劳工如何申请防疫的照顾假，还有关薪资的一个是不是给予，对不对？那我们有一个建议，刚刚曾世宏理事长有来，就是说，我们政府是不是能够补助薪资，对不对？从就业安定基金来做支应，另外采取相应企业减税的措施，如果我们地方能够做的，那如果不行的话，就是向中央做建议。另外，因应疫情的变动，议会教育委员会嘛建议议会，伫咧3月份的临时会，一定要加开市府的防疫专案报告。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因应武汉肺炎，但市除了成立疫情二级的开设以外，现在各另外成立防疫因应小组，由市长亲自担任召集人，就是要针对疫情对观光、旅游等相关产业的冲击做出因应，甚至将危机变成转机。因为武汉肺炎，大家防疫意识提高，减少外出，直接影响的就是旅行业、饭店甲餐饮业。嘛有交通部提出最近会推出短期纾困振兴方案，来协助观光旅行业。对此，市长黄伟哲表示，这是淡市除了成立疫情二级的开设以外，各另外成立防疫因应小组，就是要主动因应各种产业冲击的原因。所谓疫情因应疫情，并不是说只是做防疫用，因为疫情所带来的整个政经的影响。包括当个经济的影响，包括我们的餐饮业、旅宿业、交通业，还有其他的各行各业，都会造成或多或少、或重或轻、直接间接的冲击。所以我们成立这个因应小组的用意，就是对于针对或将来会随着疫情的发展，会冲击到我们台南的经济还有社会，整全方位的部分来做考量。所以我觉得，其实您刚刚提到那个，对于交通业，或者对于观光业，尤其台南是一个观光的城市，尤其是文化古都，所以我们相对的要对于这方面的冲击要更及早做好因应，在事情没有变得无法收拾之前，要做好一些因应，那这样呢才能降低冲击。我不敢说，是完全没有冲击，但是希望能够降低一下冲击。拄就连两港的观光旅局长郭振辉特面临疫情对观光产业的冲击甲挑战，上个首次伫市政会议当中，嘛提出协助餐饮饭店业者加强防疫各种教育宣导。嘛进一步表示，应该建立观光业对灾害处理的机制，就参像举办大型户外活动，其实就是让危机变成转机。
接下来我们也会根据中央的政策，我们会研议一些相对应的方案之外呢，其实台南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优势哦。台南其实我们有很多原本在比如说像龙旗，我们这一次的空山祭，或者是像我们的月津港灯节，这些都是属于在开放的空间的一个活动场域的一个展览哦，跟体验哦，跟旅游哦，所以我们其实很建议哦，甚至我们还是可以大方的邀请我们的这些市民朋友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些社会大众，您还是可以来我们台南来做这一些在郊区的一个旅游哦。为什么？因为在偏乡哦，它没有那么多的人口的聚集。武汉肺炎怕的是怕人口聚集、密闭的空间哦，它就会具有传染的一个效果哦。那如果是在一个开放的空间，那同时呢，它又是流动的一个空气哦，那完全就比较不会有这个所谓的一个传播的这样的一个那么高度的一个疑虑。不管是教育选择、产业的辅导，甚至公部门并预算来补助，面对这波疫情，如何预测危机、有效降低冲击，拢有待观察。电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先看这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你们知道怎么防治人口贩运吗？首先，我来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口贩运。有要出国旅行的以及外来人口，要加强对自身权益的认识。发现可疑的地方要检举通报。移民署跟司法警察会持续巡逻查缉，民众可以跟他们举报。抓到你们了！我们跟全世界的正义伙伴都会不断努力，粉碎人口贩运集团的恶行。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杨灯开车门啊！杨灯是开车门，杨灯是开车门，杨灯是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台市虽然是客人主要的都会区，但是伫推广客家事务顶面冒真突出的成果。其中市府为了感谢市民郑秀凤等3位推荐的功劳，得到客家委员会专业的奖章。其中5位贴上午伫市政会议嘛颁发南客志工的奖章，表达感谢甲祝贺。客家事务专业奖，台南市这次总共有3位杰出的客家乡亲代表得到这项任务。分别是企业家王成才董事长、台南应用科技大学教授钟荣富老师，以及从事客语教学20活动，同时也是南岛广播电台主持人，目前也是台南市客家发展协会理事长邓秀凤女士。这3个人入选，4日上午由市长黄伟哲亲自颁奖肯定。等一下，我们王董事长，是我们客家文化协会的荣誉理事长。在企业经营的成就之外，投入客家事务更是不遗余力。好，那对台南市客家文化的传承的努力，这个成果是大家都看得到的。我们邓秀凤，我们客家发展协会邓秀凤理事长，他主持的客家之音也是南都电台唯一的客语节目。那对于包括客家语言、包括文化、包括音乐、包括资讯。都是重要的推手。非常
审盟哈，非常谢谢我们台南市政府、我们民族事务委员会团队给我们有这个机会。那其实我在台南哦，在客家语这个部分，我在学校教也将近20年的时间，在广播电台主持客家的节目也将近30年的时间哦，可以说人生宝贵的时间都是献给客家。我觉得今天得到这个殊荣，也是感觉自己更大的使命，也希望就结合我们所有的我们市府，还有我们台南好多乡亲，我们一起来为客家继续努力。有其他客家乡亲还有客家乡亲的前辈在处理那只要有需要的话，我能出到钱的话，我就尽我的能力所及那感谢那个市府对我们客家对我们客家乡亲的支持。这项奖项是由客家事务委员会首届办理，借由表扬客家乡亲杰出的事迹，和更加侪客家人投入族群的事务，发扬客家的精神。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市府来加强交通安全教育，特别将大台南智慧交通中心内面建设主题馆，提供民众甲团体预约参观。商务市长在以宣导大赛新婚告场，嘛表示该馆会加强防疫消毒，请民众放心。大台南交通教育馆对去年12月中开放预约参观以后，真侪幼教团体拢充分利用，引起真大回响。会中市警局经借出以行动局来宣导毒品的危害，以及呼吁学生在反光手环等交通安全教育。光环的时候，他看不看得到？看得到咯。那如果这个台是大车呢？头拉苦大车，好，这个太大了。好，大车的部分，就算你手举再高也看不到啊，对不对？就算你骑车也看不到。所以呢，如果爸爸妈妈在骑机车的时候，或者是呢大车，麻烦你继续搭下去好吗？搭下去。好，在大车的时候呢，麻烦爸爸妈妈在开车的时候呢，不要跟他或在骑车的时候不要排在旁边哦，这有内轮差。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哦。好，大车辛苦了，定格。好，所以呢，这时候就算你手举高也没办法看到啦。所以只要是骑摩托车的时候，记得跟爸爸妈妈讲，一定不要骑在大车的旁边。市议商务市长黄伟霆嘛特别以交通安全大赛身份来到现场，除了甲小朋友亲切宣导，嘛以有奖征单送礼物，气氛相当的热烈。市长表示，交通教育馆因应武汉肺炎疫情，已经加强防疫甲消毒，请亲子甲团体安心参观。第一个是我们在验证一些政府机关在防疫期间有没有确实落实这个防疫的措施。大家可以看到，进来连市长也是要量额温，然后这个要喷酒精的哈。第二个，我们当然这既然叫做交通教育馆，就是要把交通教育做好。我们其实台南过去的这个交通事件的发生率以及受伤率、死亡率都是在全国评比起来不是自6都而已，是在全国评比起来都是名列前茅的。这个坦白讲是一个非常不名誉的污名，我们要洗刷这个污名，就是必须要拿出具体的政策。除了这个该处罚之外，其实我们要最根本的还是要从教育做起。好，那我们要洗刷这种所谓台南市左转、高雄市左转，或是交通号志参考用的这样子的一个污名。其实交通号志就是代表法律，就是有它的权威性。那这个台南市的左转这一类坦白讲是违法的。那这种违法的这种驾驶行为或骑车行为，应该获得遏制。所以我们觉得从教育开始。市府拜托传统伫大台南智慧交通中心，佮设立储备活泼的主题馆来宣导交通教育。只是拄到肺炎的疫情，嘛需要将传播风险降到上低。但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为了感谢医疗院所提供市民优质的服务甲就业环境，特别现在拄着武汉肺炎，才知影医护人员的可贵。所以市府卫生局适合办理108年度台南市病院督导科学的颁奖典礼，由市长亲自颁发给20个得奖单位。
为提升患者安全甲医疗照护品质，市府卫生局每当针对下来病院办理督导考核，并跨局处结合公务、消防、环保、劳工以及专家学者担任考核委员，进行全面的检视。经过评选，今年总共选出20间病院得到表扬。视病由亲是每一个医师或者每个医务工作者他的一个对医学或者对病人的一个庄严承诺。那当然每个医院它都有他自己怎么样子去服务病人最好的方式。那我们也期待借着这个评鉴跟考核，能够让市民朋友还让很多朋友大家都能够了解，事实上医院的这个对于医疗的服务是一直在改进中。那尤其现在碰到武汉肺炎的这个状况，才知道医疗人员的可贵。当他们很多人都还在窝在舒适温暖或是安全的家里面的时候，他们必须跟病人接触，而这个病人到底是不是潜伏期，是不是带源者，是不是这个确诊的人，其实坦白讲，每个医护人员心里面都会有一点，他们讲都有点压力了。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对于医护人员他们的工作，社会上应该给予最大的肯定跟支持。也就是基于这份的肯定跟支持，我们市政府办了这个评鉴考核跟这个表扬。也希望说，对于许多尽心尽力来维护市民健康的医院，我们都给予最大的肯定跟尊重。市府希望各间病院会当持续提供市民优良的医疗品质，并建立以患者为中心的照护服务，打造一个安全的健康城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因为关心明仔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最灰天气，温度15度到24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介绍收看2月4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